Coco，你睇下，我哋搵到個新星球啊！我見到啦，我哋先搵一個落腳地方，再慢慢研究啦。就呢度啦，Lolo，坐穩啦。落地球之前，等我自我介紹一下。橙色呢位就係我啦，我叫 Coco， 生於元素星，屬於二氧化碳族。我嘅主要成分係1粒 carbon， 2粒 oxygen。我嘅絕技就係變成分子模式周圍飛啦。而呢位呢，就我拍檔 Lolo 啦，佢屬於一氧化二氮族，主要成分係2粒 nitrogen， 1粒 oxygen。話時話 ，Lolo 點解你係藍色嘅？因為我父親係藍色，母親係白色，都係唔阻大家啦，繼續去演啦。呢度空氣真係污濁啊 ！Coco， 點解我哋要降落喺呢度啊？ No， 呢度人口密度高，想研究我哋呢啲元素星人星所居住就最好不過啦。咦，你做咩面青青㗎？等我幫你送回一下啦。咦，點解身體裏面有一團大黑氣㗎？唔小心吸咗啲廢氣啊！哎呀，正一笨蛋嚟㗎！你估呢度係我哋嘅星球咩？你睇下我哋嘅飛船，唔單止唔會放出呢個廢氣，仲會將呢啲廢氣處理、轉化為一啲新能源去使用。你話威唔威呢？小坤睇呢度咁多廢氣，咁咪唔適合我哋住咯。何止啊！呢啲廢氣裏邊嘅二氧化碳，仲會引發溫室效應，令到全球變暖，產生例如沙塵暴同埋旱災等等嘅災難。不過，如果你用我哋技術嘅話，地球可能有得救嘅。但係據我所知，製造我哋呢啲飛船都會產生好多廢物，而且仲會污染環境噶喎。我就話救到地球啦！污染地球至真啊！救到地球！污染地球！救到地球！啊！救到地球！救到地球！啊！救到地球！救到地球！我冇你咁好氣啊！我吸啖氣之後再同你理論。淨係你識吸啊？喺度吸。我暈啦！1小時後，Lolo， 我諗通咗啦。咩事啊？科技嘅進步的確可以幫助到環境，但係喺某程度上亦都會損害到環境噃。你講咩話？有損害，有幫助？嗱，我作個比喻啊，以人類科技嚟講，電動車的確可以減少排放二氧化碳，但製造電動車嘅時候，又會令到工業活動增加。只不過咁，長遠嚟講，電動車都算一個汽車代替品，起碼以後街道冇咁多廢氣先啦。講到底啊，溫室效應都係基於人類嘅行為。其實只要地球人肯改下習慣，我知，例如減少搭啲私家車，用公共交通工具代替。仲有就係減少用電，都可以令到發電廠燒少咗煤，減少排放二氧化碳。咦，仲未黑晒㗎？我哋都要響應環保，關燈1個鐘。但係可唔可以開翻燈啊？點解啊？因為我怕黑啊！救命啊！